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国民党立委王晓玲伫司法法制委员会伫审议公务人员任用法的时呢，主张爱经历预算假，引起民进党的立委质疑讲造成混乱，佮排除这个干仔孙，双方就开始咧修正，最后决议保留草案交由政党去协商。王晓玲是强调讲，是为了要协助特殊的家庭，不过民进党的立委嘛反映讲，这个育婴假早就包括孙仔在内。 老早是红衣啊，住伫保温生活内底，家属伫外口想要看囡仔高水的模样，也毋过即摆毋若爸母，有小朋友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。针对公布警官，国民党立委翁晓玲提案修法，台湾应该比照外国的制度，专讲将育孙假列入会当请劳职停薪假的理由。也毋过民进党立委质疑，育婴假早就已经包括在内。知道留职停薪的部分，你简单讲一下啦，婴有没有包括孙呐？ 有，我们现在有的话，你都管多少啦？留职停薪办法就有孙了。我会让更多的公务员、更多的人民，他看到这个就知道，他可以来申请预算。立法理由不着痕迹讲一下啦，你把那个孙放进去，真的就会很奇怪。翁晓玲强调，这是增加育孙这两支，虽然也有类似制度，鼓励阿公阿嬷斗骗孙，也毋过民进党立委发现其中的问题。但是你现在把这个育孙之后增孙就不行了呢？ 在法律用语里面都要单独列出的。我也才觉得您的对于这个“孙”的概念太狭隘了。你们一直说中华语言非常精粹，孙跟曾孙，你现在走出去问任何一个人，谁会认为孙跟曾孙是一样的？民进党立委质疑，那真正改做育孙假，颠倒是限制育婴假范围，按哪干那孙的？是民进党委员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个错误的解释。有公务员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去照顾曾孙，我觉得那也是屈指可数。我们政府应该要给予这些特别的家庭，如果他们有真的需要。翁晓玲永远他的法律解释跟我们都在平行时空，剥夺了其他人的可能的权利。 这个育孙假引起着讨论，翁晓玲修法的构想也搁在引发着哪里的攻防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